台南市客家区伫个选举进程发生枪击案，到目前已经第19天。台南市议长郭信良上午召开记者会，议长表示，因为枪击案发生伫个9合1选举投票前，时机敏感，为了无要沦为选战的话题，同时避免影响着选举的结果甲精力的调度。第一时间并无来追查侦办的进度，首先向市民来道歉，一直到选举过后才召开记者会，希望警方会用个限期破案，互市民会用个安心。让市民久等了，学甲88枪的真相，在此向所有市民致歉。我也希望警方呢能够限期破案。那这段时间呢，因为在9合1选举，因为比较敏感，那我也不希望台南市议会的关心而沦为政治上的一个操作的议题，而来影响整个的选举结果。那我们也体谅到警察办案的警力的吃紧，还有整个选举查贿选警力的部署的用心，但是选举已经到一个段落了。那我也希望我们台南市议会在选权保持对警方的尊重，让他们有时间去查贿选，将整个选举办理的完毕，整个圆满结束。那今天10月26号已经办理完毕了，那我们就要希望警察将这个案子列为非常非常重大的刑案，加速来办理，希望早日呢能够破案，将整个的案情公诸于世，真相大白。针对上午，包括立法院甲台南市议会拢召开记者会，要求破案。台南市长黄伟泰伫个上午的市政行程嘛表示，针对案情的任何猜测，拢是对检警办案的无尊重。现在的时代，无人会用个一手遮天暗砍案情，伊相信检调的办案。我觉得我们不能做任何预测了，你这样只有做预测是对于检警办案的一个不尊重跟不信任。现在的时代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只手遮天，所以你看，如果现在，而且坦白讲，在这次因为案件还没有侦破，受伤的除了当事人之外，对于这次选举，应该大家也看得出谁受伤谁得利嘛，谁质疑，谁还没有破案之疑，所以我觉得其实这部分的这个讲法，我觉得有一些不了解，这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检警是由警察局、刑事局，还有这个南打中心，还有各地的混合编组，没有听说任何一个人可以只手遮天，掩盖案情不报，那或者是特意去包庇某一个特定的嫌疑人，所以我不知道说这个案情，这个甚至于这是在检察官的指挥的之下所做的。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去只手遮天遮掩案情。那至于所谓的要求专案人员限期破案、限期交出凶手，那这个是司法案件了。好，那就请这个直接去诉求专案小组的人员。而警察局长方扬林嘛表示，基于侦查无公开的原则，无法度定期说明进度，但其实逐天专案小组拢咧积极侦办。包括上午，署长甲刑事警察局长嘛拢南下召开专案会议。目前专案正渐渐咧收案当中，希望佮予警方一寡时间，一定会侦破这个案件，互社会一个交代。侦查不公开，实在没有办法这个定期来向各位报告这一个侦办的进度。但是我可以向各位报告的，确实我们案件都是在逐步的围拢这些相关的证据收案当中。那限期破案对于专案小组来讲，确实是一个压力。我想长官对我们的期许，民众对我们的期待，这个案子没有侦破，地方上
对这个案子讲得沸沸扬扬，所有的事证、所有的线索都是我们不能放弃的。但是办案不能打口水战，必须依证据来说话。所以希望这个大家再给我们专案小组这个一点时间，我们一定会把这个案子认真的侦破，给社会一个交代。台南新闻综合报道。